What you know about me? Say I'm different like a narwhal swimming. Hello，我係112，今晚6集。嚟得切喺上家寶鋼之前叫糊，都係摸呢個8型啲，贏15分，第2鋪。好，呢個7都好。哎呀！4筒喺邊啊？贏15分，第3鋪。有糊中需叫，其他牌都應該唔難碰到嘅。冇可能揀卡窿3筒啩？一樣啫，贏15分，第4鋪。上家想碰2筒，盡快碰7索叫4飛，果斷轉啦！戰士來得太快了，贏12分，第5鋪。上家碰親都係好嘢嚟嘅。隸屬效率部，贏12分，最後一鋪。上家人好好啊，打麻雀一定要打好上下家關係。
嚟咯，贏33分。